古水，伊个讲我希望小弟的喙唇、喙齿像猫仔共款，这枝仔边的是足美丽的。伊个讲我希望小弟的皮肤像蛇共款，看起来凉凉的，一定足爽快。伊讲啊，我要洗啊，我的小弟到底会洗做啥款呢？洗了啊，原来小弟洗做甲我足像的，搁真古水呢。这是啥人的洗领衫、洗衫鞋啊，足古水的。干呐，这嘛小弟出事啊，这的物件拢会互伊用，伊就会亲像你共款古水，好摇饲，搁得人疼。安尼佚佗面、翁仔菜、喙食面啊，嘛会分互小弟用。我有的物件，伊嘛爱有。遮的安全座椅、鹦鹉车、红鞋仔名床，嘛会互小弟哦。今仔日小弟满4月日，阿妈讲照咱的例，爱做4月日。厝内底传生礼、红圆、发粿、拜公妈，外公外妈爱送头尾。阿妈讲，小弟喙烂切切的，4月2这一日就爱来甲伊收烂，用红刷甲收烂柄赶起来，挂伫咧红鞋仔的后尾。阿妈带一块收烂饼，伫小弟的喙边刻刻的。哪刻哪念，收烂收哒哒，明年叫阿爸，收烂收利利，健康好药吃。刷落来，阿妈甲小弟抱出门去行行咧，厝边头嘛，一人带一块饼来甲伊收烂。小弟出世满1年，头摆做生日，有一个真趣味的活动，就是做道祭。要开始进前，阿母先传一寡生礼甲红菇粿来拜公妈，甲祖先报告咱有孙要道祭，爱保庇伊健康熬大汉。阮带小弟去林安泰古厝参加试酒的活动，甲小弟伫状元帽穿鞋仔，围烂鞋仔。迄个妹妹就讲啊，阿母，你叫小弟莫摕我的物件啦。阿母就讲，阿姊生前爱照顾小弟，佚佗物件爱分小弟耍啊。然后妹妹就咧想吼，我若甲小弟冤家，大家拢叫我爱让伊，讲我已经大汉啊。我若要家己去同学因兜耍，就讲我上细汉，我实在想无，我到底是大汉还是细汉？甲小弟做伙耍，我叫伊做啥，伊就来做啥。我唔爱的物件，若是互伊，伊拢当做宝。我想，伫伊的心目中，我应该是介老，这款感觉阁袂歹嘛。哇，是我上爱食的鸡卵糕诶！是安怎我阮两弟？阿母讲，小弟又细汉，袂当食，伊会阁互我。原来做阿姊嘛袂歹嘛。
弟弟，咱做伙来办公会啊！我切鸡卵糕互你食。阿爸讲我足有文章，真捌代志。啊，原来做阿姊的感觉是安尼。好，咱的故事就到这为止。